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本来就拢加减无共款啊，人的声数就是安尼啊，声情无共，声质嘛会变化。对啦，像我唱歌共我随时有啥吼，精神真好，卡悬嘛甲爱起哩，有啥吼啊都袂好势。咱已经跌落个咧，是吼，不要紧啦。给大家拍个招呼，咱自然啦，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录音的时候是こんばんは啦，但是咱发布一般是早起啦。无要紧啦，咱吼自然吼上要紧啦吼。这个こんにちは，还有无紧啦，看你家己等一个时间吼。拢好啦。在你的家己听的时间啦，对。你敢有自我介绍嘛是无啊？所以讲吼，天嘛拢无共款啦，对无？迄个时间嘛，我是来自宜兰的。一个来音量控制一下，小准在一个。歹势，我讲咧歹势啦。袂使伤细声啦，拄好就好，咱拄好就好。我来自宜兰，一个少庄卡，即马少庄卡无共识的啦。真诶，阮人阵也是出生地是少庄卡的所在。我是说吼，大家好。大家好，咱今日继续来录音咧，当然嘛继续讲故事啦。当样咧讲故事之前嘛一寡开讲的时间，甲大家会使分享，拍纳凉啊，分享一寡咱当生活当中拄到的代志啦，一寡社会现象啦，还是讲有即个大家有兴趣的代志啊，等等啊，会使讲开讲安尼。我今日特别想要甲大家讲即个女出来啊！我真少问，我毋知你最近开始有买着女啊无？少问阿着恁遐市场一斤偌济？一斤偌济？我前2工啊，咱普通的传白色迄款的传统市场，打差不多80块是一斤啊，一斤80块是基本价，这算讲是无甲你骗啦，讲实在，这差不多啊，80至82嘛有啦。是，我前4-5工前买一斤82，差不多啊。去超级市场，哇，规塌了，已经拢出来了。等偌济？伊是安怎算？伊食偌济？因为我去观赏尔，我无甲买收。你去欣赏伊两对吧？但是你无看讲伊介绍偌济。但是我去传统的阮迄路边市场吼，一斤是82块，前4-5工前啦。差不多啊，女价有开始伫回稳啊啦，佮调整一下啦。对啊嘛，确实就我来讲，我嘛有一段时间无食女啊。第一当然是，毋是讲完全买无女，但是第一我想讲，咱嘛毋是讲随时一定都爱食着女，差无一段时间。那其他的即个机会，就是有当时人做生理啦，佮有一寡像阮家己市场小卖因加减拢佮有一寡女，伊就是尽量是留互老顾客，你总是要服务老顾客啦。咱想讲，咱就莫去甲人抢即个物件，所以我就拢无去要求讲，当像你一寡女互我，其实咱买会着，但是我讲毋通安尼。咱讲真诶，安尼做是较无好啦。我认为讲，互因家己做生理优先，会使对因的老顾客有交代较好啦。咱莫敢若你有些讲水诶感觉，我若开喙一定有，但是毋是上好诶。我诶想法是安尼啦，因为阮遮十岁店吼，感觉店吼，因为讲实在，我伫超级市场较方便，大部分是拢去超级市场较侪。阮这感觉店基本上呢，就是去赶一撮比如啦，还是就敢若摕去换安尼啦吼，欠小物件去甲买者，所以讲要去甲买两就足贵啦，嘛较歹势啦，讲像这个时阵，我要去甲买。啦，一般呢，你10外工才来啦，我即马爱分啦，咱听了就人家真无舒适。确实因迄个时阵压力嘛较大啦，迄类量真正无济啦。所以了我都毋捌搁过啊，算了啦，莫啦。对啊，但是你看你包含一寡即个便利商店，毋管是 Seven 啦、全家啦，即款的吼。有啦，即马人已经会免烦恼。你迄个地下女吼，就是人规电锅迄款的话，讲遮政治站啊，你逐工去，迄拢是空的。当嘛是拢满满啊，你当买随时拢有啊。无啦，即落物件就是
有够奇怪咧，你活主无活主抢，咱若小人的心态就是安尼对啦，嘛。迄个做人性。是。若讲小啉一个，我相信就袂遐严重，毋过歹讲啦。因为我家己知影当然咱的资讯有当时嘛毋敢讲是上完全的，毋过就我家己知影的部分是讲，第一当然因为着即个经济禽流感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其实确实。每一档讲实在毋是头一届的问题啦，每一档拢会有即个经费的短缺的，有欠一寡的问题。但是每一档其实迄量影响讲实在无大甲较大你其实小偏一个。因为积储的原因才会遮严重，有人囤货。即边其实我感觉讲伊内底的情形，当然袂使讲无经济的问题，但是经济以外的问题可能嘛真侪。人为的问题啦，内底可能嘛包含一寡人为，包含咱讲真侪人。囤货就是囤货。嘿啦，可是即个人也袂当囥介久我是讲你囤货，你爱看物件。就是咩？你卫生纸准拄煞，对无？有进前卫生纸啦、喙暗啦、口罩，即款拢准拄煞。你内是袂堪你囥的物件呢？酒精啦，即种会堪你咧。啊，你即个物件有期限的。伊讲政府开始进口即个外国原料，是毋是迄两工你开始网络顶管，你也开 Facebook 去看，遮嘛讲我遮有几箱仔内甲大家结缘，实在有够讨厌咧。嘿，就开始出来奇怪前一阵仔乃拢无。足讨厌的代志。确实有当时嘛有即个问题啦，就讲囤货嘛是爱看情形，咱讲家己够用就好啦。有当时有一寡无够欠用的问题，市场的欠用有当时是像即款心态造成的，毋是讲真正欠到偌济。对，拢是迄个人的心理问题啦，尽量咱放较开阔咧啦。嘿，确实是有即个问题啦。所以讲伊嘛，毋是讲一定进前拢会迄个找两煮两啦早时嘛，因为其实算的食量无大，我可能一杯小小的咖啡佮加一粒卵就早顿就结束啊啦。你也无卵就算了啦，无要紧啦，迄啦，小事啦。对啦，其实甲倒来你当其实嘛该有卵嘛拢有卵啦，世界拢是爱偌济拢当然。介绍也袂完全回稳啦，当然，但是嘛是咱会使理解，法度勉强法度接受的介绍啊啦。当然稳定，大家都是平常时你该用偌济，你就是买偌济。咱讲正经的，咱人的心态真需要调整啦，这个较重要啦，心态啦。是市场的平衡，有当时就是安尼啦。尤其你袂使囤的物件，你去囤货嘛真好。你囤久伊袂孵出来，伊可能会臭气尔。对，连讲即个朋友若去买着臭卵去甲补。对啊，加补无卵嘛，对，要叫人去补这个卵嘛，补袂出来。你囤较济卵是要创啥？无意无事。对啊，这是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咱最近拄好即个社会现象社会新闻的物件，咱的全台湾的即个拢伫讨论卵。当然有的所在卵较无欠，比如讲饲即个卵鸡上大宗的，像彰化因的即个量，尤其我海边红湾啊，即个所在，因不主要就是拢饲鸡的所在，因卵就足济。我前阵仔看新闻讲，还佫当伫欠卵的时阵。无呢，阮朋友转去伊住台中。伊讲转去看，因遐应该较侪，像你讲的。是。结果竟然买无。安尼应该是住平埔，无住海边。我知。因为台湾饲鸡真大宗，超过一半以上拢是喺彰化即个红湾即个所在。阮啲朋友伫沙鹿。沙鹿嘛外海啊呢？对啊。我印象中沙鹿敢若是较外海无对。伊嘛安尼想咧，应该较有，哪会知咧？竟然买无。我前一阵我就是看有一个国小的新闻啊，讲要废校啊啦，就是学校可能人招生人数无够啊，是安那要废除啊呢？一寡家长都真无欢喜嘛，就讲阮学生我的囡仔去遮读呢，当然无介意，要去抗议炸鸡卵去啃，我想讲哟，想我这讨济。这一粒10外块呢？这讲是中华甲做出来感觉。我毋知当后来情形啥款啦即个好好的情形。无啦，这无伫咱的题目内底。但是这个卵的代志真趣味啦，而且想到这个真讨济。安尼会使啊咯，咱能讲久啊。卵的代志，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嘛，想要甲大家分享的代志，甲网络较有关系。网络顶悬咧，阮伫 Facebook 顶悬有。po 一篇物件啦，有写一篇文章就是甲大家讨论
因为之前是伫咧 Twitter 顶管另外一个平台啦，Twitter 顶管有人问我讲，色色台语要安怎讲色色都熟悉啊。你安尼讲大概毋知什么意思啊？即款就是有一撮那华语内底，即个色色伊当的语境，咱讲语境就是讲一个大概伫使用迄个情境第一，伊伫华语内底范围真宽，伊会使讲无正经。嘿，你当然嘛会使讲，比如讲小弟哥啦，老不死，那老不输鬼啦，像即款会使，毋是讲袂使，问题是。这款的感觉对我来讲，我以我家己对色色这个语境的使用的感觉来讲，我感觉无遐到达，伊无甲遐完全，因为伊的范围足宽，有当时是足轻、足轻、足浅的。咱若讲人老不休，其实买算真重啊，除非是甲你翁仔某相关的。但是咱有当时讲不可以色色，毋是这个意思，是有当时是一个讲生笑，或者是较轻松的方式。但是你嘛会使讲做色色的事的，反正会使只是讲家己要创啥，或者是甲别人创啥，拢会使。伊的范围是上大，所以我哋想讲，像这款现代流行时行的网络用语，这唔是过去一定要摕过去的事来斗，因为过去的事有过去的事的意义，无一定要完全共款。所以这两字真空阔啦，看你安那去用啦，你要甲用真叮当的嘛会当啦，但是比较其实是无遐严重。所以讲，我会认为讲，咱会使开发一个新的语词来使用，计算是无遐严重。后来我就有经过思考讲，有一个词。咱重新个摕来使用的特别适合的，特别适配。但是这个词咧，我无爱伫节目内底讲。迄篇回响真好，但是嘛，害我产生一个奇怪的外号。这大家若有兴趣，想要知影讲不可以色色，这个色色到底用台语会使安怎讲？我会提供我的想法，甲我的建议。大家若有兴趣，你就家己去网络顶管就是咱的 Facebook 顶管，找亚特聊天，你会使去找迄篇来看，看大家是安怎讨论。较有就是老话大家拢怪怪啊，讲一寡有诶无诶安尼。我会想的是几字尔，毋通黑白想。黑白想是较上简单啦，安尼啦。嘿，但是色色你嘛会使摕来讲做山开的程度。对，这个时阵都毋是黑白想啊，所以毋知谁来讲。台语内底对这方面的物件，其实嘛分足有诶，伊讲甲足清楚。但这个时阵，少年人有当时有真介用一个词去统合真侪范围、真侪情景、真侪讲法的时阵，咱反正会使用别项物件重新去产生一个新的台语的词。反正台语嘛有家己的活力嘛，除了旧的嘛就好用以外，新的嘛会使继续产生。所以有时阵的字词来讲是看环境用嘛会下啦，并毋是讲一定安怎，有些是对应这个环境就会产生这个想法安尼。好当然这就是要鼓励大家家己去网络顶管找去看咱的这个 Facebook， 当然爱去按赞啦去加这个赞咧。上重要爱去按赞啦，去老会使去看。当讲到这个物件，我就想到我这两天应该是今日的款我都伫网络顶管看到有人伫讨论一件代志嘛，是甲一个字词有关系，叫做破价破价破价在你来讲是破价，在阮亲人来讲就是讲伊会敢若一个习惯。毋是好毋是歹，迄就是伊诶习惯。你破价啦，大概拢做这个代志安尼。所以讲共款伊即两字，你会当翻真侪种诶意思，你知无？有时就是讲随环境，并毋是讲你用即两字来做即个物件，迄是看环境诶用词嘛有关系啦。其实网络伫讨论这个代志，就讲在因来讲，这个讲的人是讲，在因来讲，这个破价对因来讲是足严重，袂使凊彩讲骂你讲骂会人会甲你变面的迄个程度。有诶是厝内爸母讲，这个字莫凊彩讲出嘴在咱来讲，宜兰这边其实咱定讲破价，讲就事上的代志。对，伊下骹嘛真侪老话话人讲，阮定定伫讲啊，有诶人会讲，这对阮厝内有交代，绝对袂使凊彩讲出嘴。白讲一个事，所以当时就是造成误会。环境的话啦，像伊咱讲还有甲破价这人无足严重诶。对，甚至讲有人就是骹手就较尖，有当时就好耍再给拍一个你甲破价，你要创对，是定定即款情形嘛。对，有诶囡仔伫拄你甲破价你定做这个道理，做这个代志安尼，其实毋是歹
对对，囡仔嘛常常讲啊，你真破格吼。但是我嘛有看到有人讲，伊捌安尼骂过囡仔，互老母骂过，讲袂使安尼甲囡仔讲。所以讲这破格这边边两个共款的字哦，破格，但是对无共所在的人，其实意义无共款。对啦。所以讲，咱有阵若伫甲外县市讲话，逐个可能爱加一个，爱小注意一下。或者是家己莫想济，反正对方讲哎有够破格。单纯就是一个真轻真浅的一个事尔，足简单的一个话语尔啦，就是较出格啦。这个行为甲一般人较无啥共款的感觉吼。我是感觉也无啥，你有够破格。我条朋友袂是安尼讲，你嘛甲帮忙咧，莫遐破格啊。真侪人伫讲格，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啦？吼，无什么意思啊？有的人认为讲这个格就是命格，你若用甲命格就足重啊。安尼伤严重破格就命中的代真侪无好啊。但是在我家己的认知啦，伫宜兰这边，我自细汉甲大听甲破格吼，这个无遐严重啦。这个格我来解说啦，我会甲当做这是一个咱讲比如讲。格有较大格，也是较细格。大格就是讲伊的这个体格较大，这个格是一个普通标准的意思。所以讲，咱会讲这个物件较大格吼，有当下甚至讲水果，咱讲这较大格，就是较大粒、较大项。那有较细项，所以伊就是个标准。那破格就讲伊无属于一般的这个标准，就是讲毋是遮普通的情形。有的人个性较你莫讲个跳啦，较活泼吼，较真破格咯。有的人讲来从爱讲。老伙仔咧讲，你慢慢遐破格，其实迄是一种的亲昵的感觉咧，毋是真实的。比如讲，咱看热吐这两个字，汉字写足严重的喎，孽畜，你用华语念出来做孽畜。敢若骂囡仔是真生，但是袂咧，但是伫咧咱遮伫使用热吐，拢就是足活泼的，敢若狗共款，咱规工爬上爬，跳来跳去也无啥。有够热吐的啊！其实迄袂是足严重的。无啦，所以讲这就是讲。环境用词无共啦，所以有当时台中啦、台南啦、宜兰啦，嘛拢无啥共款。对，其实是无遐严重。但阮遮确实是，你若拄着宜兰人讲破格，你无啥，是讲还是你宜兰人甲你讲算就讲你有够破格，食这物件食敢有够破格，免烦恼，这绝对毋是足生气，嘛无甲你纠缠，足轻松的一句话。是哩，有当时有造成即款的误解，大家理解者，有当人当做人伫甲你骂，但无一定真正是甲你骂。你若开始无了解讲，你先来甲我骂。无要紧，你甲对方问，你讲这个破格是足严重的事。你心内无爽快，你就甲问，为什么你安尼甲我讲呢？阮开始讲啦，若讲破格，阮讲啦，你讲破格无啥，足平常的话啦。对阮来讲是足普通的代志。就我若骂阮大汉囝讲，你敢一定爱安尼啊？这破格是要创啊？也无啥。这就是讲一个意思的差异吼，大家甲大家讨论一下，了解一下，真趣味的物件。环境用词的想法。个人无共款，我讲这个议题真趣味啦，就讲边边破格这两个字，原来会使查解足济。有的人是天崩地裂啊！阮是拢无时间较好耍尔啦吼。是对阮来讲是安尼啦。无毋对啦。好，咱时间差不多来正式进入咱的这个正题，来讲咱的故事。无紧，因为咱今日故事较短一撮，可能犯世大开啊，可能会较短一撮。拢袂准，我哪卖走伤？无准，我随时甲你掠转来。你爱甲我小准扎一个，站一个安尼，小扎的吼。来，咱来进入故事。好。时光的脉讲故事进入第5回，咱的任务嘛准备要收尾。顶边讲到西门暗空头，对无？国王社区工大巷的总破灵，即个总破西灵魂哦，无共总破西留落来一撮灵石，最后结合成一个敢若灵安尼嘿。要求你爱替伊解开当年签好妻子留下的谜题。当然，这个谜题无介为难啦，咱听友看到图讲，未听就差不多知影要着答案啦。这厉害！实在有够无互我面子咧。你嘛小动一下。系啊，无你嘛小假一下。假装一下呢吼。是讲简单还简单啊，咱嘛是爱甲解互清啦，互大家了解。这个谜题虽然讲看起来是日语，那图面有一个写哆啦 A 梦，咱进前伫咧讲过。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咱伫咧讲过吼，当台语反射，你会使甲互做啥物？东萝糕啊啦，东萝饼啦，东萝烧酒即款拢会使吼。那这伫台湾是定看到。
还有一个是台野气，台野气当地一寡夜市嘛看会到啦，华语叫做鲷鱼烧，当台语目前较少讲，但是你会使讲鱼仔饼啦、鱼仔烧，同款在你好啦。这其实这个台野气鱼仔饼、鱼仔烧这袂歹食，但毋过足甜的就有影啦。我知影借问一下，你讲到这个，迄个内底伊的原料是啥？所在是啥？你讲台野气哈？是哩。这个鱼仔烧你会使甲当做敢若是这个车轮饼的感觉，但是伊较扁，伊外口做成鱼仔形。只不过是形状是鱼仔形，毋过伊所在是面粉。嘿，对，无错。内底过去是用红豆啊上济啦，但是当然是无一定啦，你要食啥物拢有。但因为伊较扁因为你若用了酥酥了，恰酥酥，伊较扁，所以伊迄个酥酥的口感就比一般车轮饼搁较酥一寡。我印象当中，好亲像罗东夜市可能有卖。是哈，那来到宜兰是安尼，宜兰的听友若要找，因为其他夜市我无了解啦但是你若是住宜兰的听友，有机会去罗东夜市拜六礼拜毋通去对，客人啊，去到遐你会使找一个，我印象中敢若有即个物件过我嘛已经偌久毋捌见过因为在地人拢行去到遐。无啦，因为对啦，因为本地人拢行去甲人收钱啊。人客人确实是啦。然后外来，尤其当其实疫情过了人就拢搁出现啊嘛，真正人客人迄个情形慢慢慢在恢复啊。好啦，讲到咱这两个点心的多样啦，下骹伊有写日语的名。当年日本为要发动准备发动战争啦。1937年的时阵，伫咧台湾就推行皇民化运动，即咱之前捌讲过，讲大家爱学日语，爱拜日本的神，过日本人的生活。是。当时迄时的人若是有通受到教育的，伊迄时稳当拢会晓日语啦。日本拢爱会晓。那咱听有，我嘛有几句啊，加减学几句嘛会使那也就是讲，咱若有听友会晓日语的人，就会知影讲。伊打即个哆啦 A 梦甲台野气这两项，一般头前哆啦甲即个台拢是写日语的卡呐，就是伊的即个片假名，伊就是无写汉字，较少用到汉字啦。毋过伊也确实有汉字的写法，咱顶边嘛有讲到，也就是汉字写作铜锣，甲即个雕，铜锣烧，迄个铜锣都是铜锣啦，咱台语就做铜锣嘛另外迄个字叫做雕即个字要来解说这字台语其实较少用你赶快读作雕无毋对毋过华语你讲这个鲷鱼其实嘛毋是讲一个足准确的词，因为咱若无讲科学的分类什么介门纲目科属种界门纲目科属种，你若细汉读册歹念，你若细汉读册有听过加减有一刷印象介门纲目科属种这咱先无讲啦这甲华语定讲的雕刻有关系，就是讲以台语来讲啦，甲华语的雕刻有关系，其实上大宗的是台语内底叫做斑，有一款鱼叫做斑是蚵啊，毋是蚵啊，蚵啊还蚵啊，斑啊还斑啊，捌听这个斑的汉字写作倒手边一个鱼字，正手边一个反对的反字无歹写啦反叛的叛对是反对的反反叛的叛，毋是反叛反对的反啦无迄是一个鱼，反对的反倒手边那个写一个鱼字对这读作这台语读作斑斑这款鱼叫做斑台语华语读啥？华语我毋知我无去查，我甲咱注重去台语读啥大家有兴趣想要知影华语的家己去查一下这我毋管华语毋是我的重点这个斑鱼甲搁较有名另外一款鱼生做真性叫做赤章赤章这么足贵呢无错，其实这两款就拢好食啦毋管你是斑鱼还是赤章拢好食因也算是港口的这个亲情但只是讲赤章价小较悬，所以讲有一句话讲半价赤章这是以价谋真，或者是咱讲后来价捧高迄款感觉啦。当然半甲赤章其实无精彩较济啦，无讲到后来价捧高较严重的程度，主要是半较细尾，但赤章当然本来就无共鱼种啦因为生做就成的。
我迄无共款对。架长会使先做较大尾安尼，肉质较济一寡。当然啦，你愈大尾愈贵啦。当然咯。本地就是即个盘本身就较无较大尾，所以价钱相对就是较俗啦。所以就即个差别，盘鱼嘛是真接会看到。你若去市场，其实定定拄着吼，同款拢好食。毋知咧，因为鱼仔大家无一定，咱定定讲台湾是海岛国家，但是敢若有即个咱讲海鲜对无？海产，咱敢若有海产的文化，无海洋的文化。大家豆豆仔来熟悉遮个鱼仔。熟悉，甲咱虽然讲是咱的厝边隔壁遮个动物吼，即咱有机会，日后有机会甲大家分享一寡物件。我嘛拢当地像之前伫网络顶管教即个，叫做啥？千串毋是千串，像随便记哩啊，吼一寡鱼仔的名啦，咱后摆有机会甲来介绍。咱讲咱甲你告诉，即两件日本点心。东路的汉字大家应该拢会晓写啦，吼，东就是金字边，搁一个即个同样的同，一同的同，无错。路就是金字边，搁一个劳动夜市的路，叫做东路，这大家拢会晓写。你若去比对即个总铺连交互你的迄张纸，之前讲一张纸互你嘛，你就发觉讲即个顶头写的字，那都有怪怪，因为咧伊的东路的东字。倒手边是一个人字边，毋是金字边。人，人字边。P， 对，你是讲 P， 大家毋知你讲啥啦。伊你讲的是有啥物啦，无啥物输入法，无啥物的即个拍字的分类的方式啦。反正就是人字边啦。然后过来睇下去，就是即个鱼仔小的即个太照你汉字的写作，咱拄则讲台语较少用到的字写作雕。台语嘛读作雕，华语嘛读作雕，拢雕。雕就是鱼字边，搁加一个周公的周，四周围的周，这嘛大家拢晓写啦。鱼仔放倒边就对啦。鱼仔拢伫倒手边所以你若对照着即个纸面的文字，发现讲，伊即个鱼字嘛是走去啊，鱼字边走无去，煞变成一个言字边，语言的言，语言的言，是哦。就是变成雕渣的雕，调节的调，嘛使讲雕所以这就奇怪啊！这是毋是两个错误的字咧写毋对去？这两个点心拢有毋对去的字，这自然特别是无细字去写毋对啊嘛！我无法讲。毋是故意挑工的，阮当是挑工的，当然这就是有问题咯。咱搁看伊上下骹所写的迄句话，也许咱是一个错误。就算如此，咱也爱勇敢徛做伙，对无？咱有讲下骹有一句话，咱就照着咱的惯例，即句话稳当是提示嘛。那安尼，咱就照字面来甲处理。咱都这样讲过，这两项点心的拢有一字写毋对去。头一个是东路的这个字系东字，金字边写成人字边。第二个是鱼仔类的这个雕，伊的鱼字边煞变成言字边。差济。所以就是一个人一个言，拢是毋对的物件。提示讲咱爱甲错误徛做伙，写毋对的是人甲言嘛，所以咱就甲人甲言徛做伙，照图顶迄个算术甲加起来，藏起来，藏做伙，会变成一个什么字咧？配信的呀，信对不对？是不是相信的信？配信的信？是啊，无错，就是信。咱即马甲迄个听友讲啊，你后盖甲阿特首留一面出者，莫较紧就甲摇掉。较紧就甲我摇出来。我用尽心思伫讲。你莫逼我伫节目内底讲出你的名，安尼互我无面子。拜托你啊！算了，我甲你拜托，你要给他一点面子。嘛，你嘛讲小可困难吼，无来给他面子哦。讲一说小可困难，甲来解开嘛，对无？我还未听，你就甲我解开，要听啥？这就是总破令的这个谜题答案咯。咱甲这个字头到当所有解出来的答案若斗起来，就是白母上的思念。既然上尾一针棍手，还要被送的伊人。赵应江千里眼的火，后火的火。太平病院陈金波先生的这个信，对无？还有总破令的信。因为合做伙就是思念伊人。火失信，也就是后悔失信嘛。到底是当年伊甲伊的意中人有啥物款的约束，伊无做较到，
还是对方无做甲到，还是伊无做甲到，所以才会后悔失信嘛。看来咱嘛是要赶快来听好这个较后边，搁较侪线索来到我都来解开咯。线索一，线索二，但是咱大概也知影讲，伊一个这个旧城走来走去啰嗦，唔肯规对着这个迄北部上白部上来对去地府。可能跟这个失信有关系，只是讲这个失信到底是什么代志失信，咱讲唔知影。可能失信这个物件有时啊唔好想去，搞不好伊当事者遭遇到真正的困难。是，咱来讲体了。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咧？咱日后就会知影吼。咱先来讲这边的这个题目本身吼，这个总破令有讲出一个词，叫做归地生法，有印象无？别记啊！归地生法有讲到这个词啦，归地生法是什么意思咧？请讲。唔知什么意思啦？请说。因为有一寡算术的基本讲法，这就爱来甲大家来分享啦。这是咱尽量讲，这是一个算术算术。咱只讲上基本的4种算术加法。加减乘除，加法我都讲加法呢，你就加减加法，不是厝内迄个加法要摕什么寿司啊？一加两啊，两加三安尼咧加法吼，这正常叫做加法加法吼。第二减法，减就3减1剩偌济？这就是华语讲减法嘛。减法嘛会使讲减算。减去这拢会使这两款讲法嘛有。咱过来乘法，乘法就迄个2乘2等于4，224，也就是倍数啦。乘法其实就是一款倍数。99乘法表安尼啦。还有一个叫做除法，或者除法。会晓除袂晓算，会算袂晓除。会算袂除呀。除法迄叫除法，咱叫是除法啦，除法。除法。除法咧也号做归除，或者归除、归除。你就是算做伙做归啦，归除、归除。所以咱拄则头前有讲即个归除乘法，归除就是除法，乘法就是乘法。就这个差别，嘛有一个讲法做除算或者除算，就除算嘛是同款除法的意思。对了，乘除。是。那是这4款算术甲做伙，这款4款算法甲做伙讲，叫做加减乘除。加减乘除法，这是上基本的讲法。这上基本的讲法。那乘法甲除法做伙讲的时阵呢，还有咱拄则讲的归除乘法，或者是乘除法，这一款的讲法。乘除法。是。这就是安尼讲。我嘛，你讲台语，我甲你翻华语。大家会使对照一下啦，因为这个词，但是大家较无较直接用的时阵。你若安尼听，确实是会听无。我甲你讲正。用句都有关系啦。当然啦。虽然是咧，咱拢会爱背这个做99乘法表。台语要安怎讲咧？99乘法表。我直接翻啦。台语内底有一个专有的名词自日本时代就有，所以可见讲动车是嘛安尼背，不是大家安尼背尔。当然，但是你讲爱互囡仔其他，因为有一寡什么新的教育的方式，敢若不是用背的嘛。但其实动车是嘛是拢有背啦或者九归乘法。安讲个对啦。九归乘法，九归乘法。我讲这个数嘛，真水，我讲敢若足厉害了，感觉比99乘法敢若更较厉害，感觉。或者九归乘法咱来看这边的谜题，就知影讲，伊顶头咧敢若有加法的加号加号。所以其实总破令用当是爱讲若要做一点心，是安爱有这个加法，还是爱讲加减乘除？是安那伊会讲归除乘法咧？知？第一，因为伊分袂清楚这个词的差别伊讲我就做点心做食的我会晓这个物件毋对呢，你若做点心有时爱量偌济啊。伊袂晓做点心，是做食嘛？伊之前毋是讲，伊顶一节目讲的，我讲我是做总铺会晓这个物件。做食你嘛知影，
盐味素爱迄个，咱台湾的料理拢安那算，你会记哦？你若讲教料理是讲，盐你大开压一下，盐花啊，你小压一下吼，小用一下，哎呀，感觉一下就好啊。豆油2滴仔就好啊，2滴仔倒是偌大滴，你无人知影。我都2匙仔就好啊，拢会使啊。凊彩你讲，拢靠经验。嘿，对，小压一下，小休一下，休一下休偌济。你是迄个管啊，规个迄个管拢啊拍开，也是爱看的。你小压。是偌济呢？是1把还是1滴啊？对，差足多呢。台湾人伫煮料理的时阵拢是安尼吼，你教别人。对。无人问我讲，啥物件哪煮？我讲，你著迄盐吼，看你家己介意啦，你小压一撮，一撮。台湾一撮是偌济？是偌济，迄真困难。所以无伫管即个加减吼，所以伊拢上即个生猪法，迄拢几倍的算，毋是讲加一撮减一撮安尼吼，毋是加减，拢是几落倍。总铺是拢凭经验的，嘿，总铺店是咩？你讲要甲伊学，真正嘛是，敢若会使学经验啦。对，重点就是经验。互你食谱拢无效，迄顶悬的数量拢无啥对，拢照经验的。经验所以这是头一个，是安那伊袂讲即个规治生活，毋是讲加减生治吼。头一个就是因为伊分袂清楚。对，伊毋知影啦，伊毋捌啦。台湾料理就是安尼。伊毋捌啦，我台湾料理足够的，可是你叫我那现代的西式的。有影讲即刻啦，吼，迄就无共款。无伫看迄啦，我无看迄豆油摕来就是安尼压咧啊，就是大概即个量。迄对来讲无需要。对啊，大家真侪人讲，你小炸一个就知影，小炸要炸去大啦。台湾料理定到即个情形。无啦，因为我有本事嘛，我毋免遐啊。所以无法度甲你讲，我到底加偌济吼，就是所以伊着规起来用即个规治生活，毋是用加减生治即款讲法啦。吼，伊经一个看起来敢若较请呀较厉害的词来用就对啊。我第二种就是希望我希望啦吼，讲透过即个较特别的词规治生活，引起大家一寡兴趣，讲这什么意思吼？嘛会使引出咱拄仔讲即个甲算术有关系各种讲法的讨论啦，互大家了解一下，除了即个规治生活，或者是大家较知影加减生治以外，其实有真侪加减乘除是甲算术有关系，其实还有真侪词通啊使用，像即个九规生活讲听起来就足厉害，99乘法表，这大家就使小学一个，比如讲囡仔，尤其若台语家庭拄着囡仔开始伫学即个物件，学数学嘛会背着即个物件。即时要来讲，可能大家自然就会想讲这个九生活其实有一个较水的讲法叫九规生活，这就真趣味啦。甲大家即个分享一下，讨论一下安尼。分享互大家。是，话讲翻头，既然马地也解出来啊，知影是即个相信的信即字啊，咱呢就甲即个总破令回报消息咯。你轻轻举手伫咧即个石壁顶面哭两下。迄个总，轻我毋知哭较大来，伊无听着。石头壁你手可能会先受伤。无用拍。轻轻啊哭一下就会使啦吼。迄块即个刻总铺的，即块石刻顶头的总铺咧，就开始叮当起来啊咯。这厉害哦，好棒哦。已经解出来啊嘛，伊自然就有感应啊。你向伊解说即个马地了咧，总铺令就讲咯，伊讲，原来是安尼啊。这个查某囡仔就是爱变一寡出头啦，是讲后来我电脑会晓一款日本人的点心，或者读科野去啦。是讲啊，嘛无机会做互伊试食看卖咯。哟，你是要问签好定去的所在对无？有一站啊。伊定定讲要去咱巷仔外阁过迄个宝汉边，公司甲什么人有约束啦？无你着往到宝汉边去找找看卖。听讲这几冬啊，遐阁有一个号做电煤战斗的物件，敢若正新式的款，无的确会有啥物线索哦。安尼哦，总部就是安尼，大工手一记，小工磨半死，巧会出喙，戆会出力啦。伊讲伫搭，咱就往搭去咯，对无？伊只甲咱出一支喙尔。你拄则句个讲一句真趣味。你讲搭一句？巧会出喙，戆会出力。我讲大工手一记，小工磨半死，巧会出喙，戆会出力。这真趣味哦，大家学起来哦。只是讲你遮嘛，甲大家补充一下啦。咱讲总铺，咱即个拄着是总铺令，对无？总铺还有一个讲法叫做都市。
较无听过对无？咱遮可能像宜兰是较少听到啦。一般吼，若讲大范围的分布来讲，中部以北，台湾中部以北是讲总埔较济。中部以南的你就较有机会听到都市。咱讲总埔西，因讲都市西。是安尼，因为我毋是中部人，所以呢，古数听无。较毋知影即个词的意思吼，就是都市西。毋过这嘛是讲用大范围来讲，每一县市又各自不同嘛，有的所在各自的讲法各无啥共款。其实咱当定较听着讲水骹，水骹知影是啥？水骹是斗相共的呢。是。切菜啦，洗菜啦，是，总埔一个主地的嘛，其他就是水骹。其实水骹吼嘛有讲水饺，嘛是就是即个华语就是你若写成饺啦，水饺水骹就是拢会使讲。本地是中南部的讲法，咱较早遮其实是无伫讲水骹拄开始无，较早是无，后来甲传到咱遮来较济。北部啦，或者宜兰古早。分工佫较有时有分大工、小工，因为即个总埔吼就是上大嘛，伊来负责。但是总埔有一寡师仔毋是师傅，师仔就是伊的徒弟。嘿，佫有一寡外口人，我即度办较济吼，即个工程较大，较济道的时阵，我有可能外口找一寡合作的即个人来斗相共。像即款的吼，拢号做即个外口请的骹手，包含我家己的师仔，即号做大工。我当讲大工手一记，小工磨半死。大工就是讲因嘛会负责较济代志吼，比如讲恁当讲着有一寡切菜较油的，即我徒弟伫切我才会放心。叫谁去撒什么物件，即谁去用，我知影有即个材料，我才会放心。大工就是做主厨。一般咱讲主厨应该是讲总埔本身嘛，伊即个款应该算讲是二厨的家人吼。第二号就是嘛，定定会使发落真济人啊嘛。总干事的家，总干事嘛会使啦。其他譬如讲你讲洗碗啦，也是即个烹菜啦，你讲喙骹就是小工，嘛做小工。有当时若过去真正就请讲查某囡仔来斗相共安尼。所以讲大工手一记，小工磨半死。大工若一边段，就是叫小工家己去做。当然啦，指挥中心一句话，其他你都爱做甲容易啊。是，所以咱当定讲你即个水骹，但是其实北部也是宜兰过去，佫有大工小工即个讲法。只有即句话讲大工手一记，小工磨半死，互大家做参考。这就真趣味啦。因为我无做水骹，所以我无了解。是讲自2013年有一出电影叫做《总埔西》，我毋知大家知影无？应该加减有看过啦。伊内底就有讲着水骹。总埔西你敢要讲林美秀演的，美秀甲迄个，什么无红，毋是什么阮红什么无红有一阵伊的迄个舞蹈跳甲足有名。对啦，我上强。英暗无红嘛是啥无红，我袂记哩啊。今日无红，今日无红，忘记了。敢若什么我袂记哩吼。伊即个故事内底总埔西即出电影，即嘛无红，我凊彩，当时无红我都无意见。对，即嘛无好啦，就是林美秀的即个舞，迄个选将有名嘛。我跳过，你跳过。因的起头咧，即个故事起头就是讲办道的料理界三大传奇北中南人鬼神，就是北部叫做五人西，中部叫做鬼头西，南部叫做河神西，所以做人鬼神。这个故事就是为南部这个河神西开始，所以你讲迄时你看因内底就讲水骹。伊甲诸葛亮，伊就是南部。诸葛亮敢若无演即出咯。应该毋是即出，你应该是分毋着出。我印象中诸葛亮无演即出，毋是大尾罗马毋是大尾罗马，是即个叫做总埔西。总埔西我介绍有看2篇啦。总埔西敢若做一集尔。有啦，美秀甲迄个诸葛亮有2篇啦。诸葛亮应该是，你袂记哩，袂记哩好，以后后盖再研究。无要紧，好，咱总讲一句咧，就是知影讲要去即个丁梅栈道啦。但是丁梅栈道是咱后一个要去的所在，出发进前咱共款来先歇困一下，咱们甲佫转来。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就继续进入咱的下半段，咱的故事。拄则咱讲到这个总铺灵建议咱来去报旱边，对不？有一个叫做丁梅栈道。你唔免讲到遐尼长，路长，简单讲你是毋是喙内底有含什么物件？无，是你，我已经无啊。我想讲，我敢若有听到这个奇怪声。是你。好，来，咱来继续讲这个丁梅栈道。但是你讲丁梅栈道，真正讲到梅这个字，咱来讲这个字一下吼。咱当较常听到有梅、梅，这几个音拢有吼。梅就是咱讲梅花的梅啦，有这几个音，啊个这几个讲这款讲，咱有这款讲法啦。有的所在古仔用一款啦，有的所在是梅其中一款，甲总用两款伫咧用。但是咧，有当时意思小可无共。比如讲若伫宜兰，咱定讲其实定讲的是这个话梅，话梅，台语叫做咸泡茶，叫做话梅，叫做话梅，啊，台语咸这是讲放伫咧秘鲁啦，较无你讲咸梅，咸啦，咸梅，就是已经处理过啊，即款大即个物件，因为用即个发音，较济，足咸的，普通拢安尼吼，无错吼，这就是放伫秘鲁啦，放伫茶内底啦，吼，对，加真好你。若一般青迄款吼，咱较接听就是梅仔较济吼。毋过咧，你若是正式宜兰腔，就读做梅啊，大家可能会讲会想讲，这毋是穿伫，这毋是穿伫骹顶迄款的哦。梅啊，当然，较少人听到啊啦。你若想要找看觅讲即个梅啊，要讲即个梅啊即个事，但是你若讲成讲梅啊吼，真侪人都会甲当作讲是骹伫穿的迄个梅啊。梅啊是，但是其实我都有亲戚都叫做素梅，即个梅字伫咧宜兰，就是拢会叫即个，你若有梅即个字啦。名，那迄个人的名就叫做梅。你若是伫名内底都，因为真侪较有岁的人吼，当真侪宜兰腔，你爱伫较有岁的人的名内底，甲听会着。所以讲伊的名内底若有梅即个字吼，梅花的梅即个字，其实宜兰当定定个会叫梅，什么梅安尼吼。阮娘的朋友嘛有即个梅，拢叫阮叫阿姨，梅。就是叫梅吼，什么梅安尼吼，这就是叫阿梅。这个梅其实就是宜兰腔较特别的所在，其他所在都无梅，毋是有片音的迄个梅哦，毋是梅哦，是梅。我知大家听会出来无？梅，安尼我梅啊的梅感觉啦，但是是第五调啦，梅，无错。比如讲，还有一个讲到宜兰腔这个伫咧名内底较常听到的，比如讲我之前嘛捌讲过，有一个亲戚叫做向义。这两个字就是历史人物蔺相如，有一个历史人物叫做蔺相如，较早敢若有教过人，迄个相如，所以听友会使家己去想看觅，若是蔺相如的相如用台语里面读，可能甲咱读起来就无啥共款啦。可能上普遍的讲法应该会讲相如但是咱遮念做啥？相字，是不是？如这个字其实伫咧宜兰腔念做字。相这个字，咱念做相，叫做相字就是安尼来。相字，当然你一般当你讲话真济，因为腔口甲大家伫互动伫讲话加减拢会参杂，所以就较袂遐明显。但是你名，尤其是较老一辈的人名内底，你详细去听伊的名，讲奇怪，伊名听起来怪怪，去看伊的字，奇怪，咱安尼读，就系讲相字。相字啊。
我来讲，转来这个丁梅战斗，吼，今大家讲会乱去，我暂时先用梅这个字啦，我就莫讲丁梅战斗，大家乱去。丁梅战斗，这个丁梅战斗到底是啥咧？吼，宜兰河边有一条庆河桥，庆河桥顶车来车往，人若要过河，总是有较为难。自2008年开始咧，庆河桥边加挂一条外口看起来敢若灰灰细细的物件，这就是丁梅栈道。栈道一般是指讲伫咧山边落空做出来，互人通行的道路。互人行的道路啦。是。通行吼，讲较文雅啦，就是互人行啦。嘿啦，无错吼。咱若看一寡较有名，一寡关山行岭，就看到即款歹开山路，所以只好做栈道的所在啦。栈道，嘿，咱就会使看到讲，哎，迄种恐怖，下骹拢无物件，空这样。栈道就普通就用一寡柴吼，柴箍去绑掉当然现代当然拢会做铁啊啦，但是是最恐怖的吼。嘿，迄华语也做栈道。栈道若是破去，人落落，迄就是万底深坑啦。一般是安尼。当然咯。当然啦，即个丁梅栈道是较无遐咸啦，无遐恐怖。伊是为即个宜兰的社福馆、社福馆即个社会福利馆，经过即个宜兰河的顶悬，一直到即个丁梅泉仔窑。泉仔窑大家若较听无，就是泉仔窑的意思啦。宜兰腔泉仔。嘿啦，泉仔对。用泉仔。那普通的做泉仔窑，泉仔窑吼，有一条歌吼做即个什物，有几间厝用泉仔空，看起来普通，对无吼？即个是自细汉人甲我教的啦，毋是我自细汉听过。这年代歌无共款，未出世啦。但是你若用即个宜兰腔来唱，就变成用泉仔空。有几间厝用泉仔空，就变成你啦吼。这条到底是啥个歌？我袂记咧。叶启田，对，应该是真有名的一个即个歌手，过去真有名一个歌手啦。这条歌应该是真有名，然后像大部分人应该是捌听过较多。大部分拢有听过较济，当然咯，那较少的就，嘿，无错吼。嘛爱看年岁数啦。这个丁梅栈道共款吼，是自头前咱即个嘛是即个咱头前前几集定讲到的温成远建筑师甲伊的团队所设计。这已经是第3项讲到温成远的作品啦，我是无收伊的钱啦。我是因为这是讲伊伫宜兰确实参加着真侪公共建设，无啦，若有收钱是上好啦。有贡献啦，莫害事啦。这个栈道内底吼有真侪甲宜兰在地有关系一寡设计理念啦。你豆豆啊行到这个栈道的中途，看出去宜兰河的河面。下晡的日光照射伫咧河面闪闪烁烁，这是南洋八景当中的西堤远眺，风景非常秀丽，八景之一啊。当你还搁伫咧欣赏这个光景的时咧，看到宝岸边一丛树仔骹，好亲像有人坐伫遐。一看你心内就知影，这感觉都毋是实体咧。哎呀，歹咯，会惊咯。免讲甲你的任务有关来吐一口气，哎呀，你也是爱对伊遐行去啊，对无你代志做袂了啊。对啦，总是爱做啦。你行到迄丛树仔骹甲看，才察觉讲。伊敢若家己伫遐啉酒，啉甲足爽快的感觉，敢若我对目前对面的雪红旗共款，桌顶嘛菜一杯，嘛真爽快的感觉。无啦，迄个人贡献的啦，无该吸一个歹势啊。无错啦，来邀约着啉酒的人实在是介毋通那么伊若起酒笑到乌白人。毋过你甲看看咧，讲伊敢若还阁算清醒啦，啉了还阁会使甲你共款还阁真清醒。当然啦。为要完成任务，咱嘛是只好去甲交叉一下啦。你详细去听伊讲的，原来伊讲的是。不愧是互人称作用天堂之水激出来的特制好清酒，醇芳酥畅，口感清爽。若甲这款酒带你到台湾来，遐地方人士好家人，阮当时拢烧抢要买啊。我听看卖，听起来袂歹吼。看来这个人应当是真有才调的生理人啦。我都做进口嘛。好家人啊。1922年开始。
全日本帝国唯一实施啦，实施这个酒类专卖的所在，就是伫咧台湾。迄当时咧决定伫咧台湾实施酒类专卖是咧台湾专卖店呐。专卖就是讲，敢若我会使卖，我讲你会使卖，你才会使卖。台湾民间釀酒的这个设备，还有产业咧，都拢互日本政府甲收去啊，发布奖金互你啦，讲钱互你，你以后袂使阁做这物件。过来，资本道伫釀酒的这个业者优先，互你这个叫做卖捌人诶，这个执照，卖捌人真歹念。公卖就对了，专人呐。嘿，咱华语叫做卖巴人巴是这个提手边搁一个别，嘿分别的别，别人的别。是，这叫做巴，这华语叫做巴，那台语叫做捌。那个咱写国字数字的是巴，就是这个字。嘿，没错台语有两款念法啦，你会使念捌，嘛会使念捌有拢有嘿，这叫做卖捌人卖捌人就是卖巴人卖捌人，这个是日语来的这一看才讲这个字生分因为本地日语内底本地日语内底读做有利沙巴基宁有利沙巴基宁，就是伊这个卖巴人正式的读法啦。台语内底就叫这个汉字读做卖捌人那这就是属于各地区的中盘商啦就是专门伫做这个生意中盘商我会互你这个执照问你啊，你才有法度做这件代志卖捌人下骹还有小卖人就是讲直接对消费者购分之类啦。对，因就是一般店啊啦店头你卖予消费者这款当然市场直接卖予消费者咱嘛会讲叫做小卖就是甲这同款意思。小卖就是一个零售市场的零售的这个小卖是哩若要找这个生理人啦甲问这个问题唔知伊敢会甲咱挑难因为做生理的嘛有人的美角啦，有些嘛无生理人有美角讲唔管咱啦总嘛是着爱美啦所以咧你又搁甲这个性风雅的任务搁甲这个甲前后有关系的代志咧搁讲一遍啊讲几落遍啊希望会使对这个生理人的这个口中得到一寡消息或者是线索，你着甲代志交代煞了后咧，就听伊讲咯伊讲你嘛是要来讲生意的是无？找人我毋捌你讲的前后，毋过当年你做酒类的卖捌人生意时，有当时忝的时阵会走到报巷边行咧，确实有几遍见过像你讲的查某囡仔穿一丝里中的制服，伫报巷边行搭。甲一个20岁左右的日本少年伫讲话，看迄个日本人的穿插，家境应当是真好。看伊两个面红红哪讲话型，甲我啉酒了后差不多啦。安尼讲来，我好像也讲过几遍伊往一个方向去。你想要知影伊往倒位去？嘿，我原在就是生理人，伫这世上咧，我上爱做生理。你若解出我的问题，我就甲你讲伊往倒位去。伊有个条件交换，是咯讲煞了后咧，伊为这个西装外套的落地内底认出一本簿仔看来伊是平常时记录代志伫咧用的技术簿仔啦伊搁提笔咧伫咧其中一页毋知咧写啥，写好了后佮掠落来交互你这就是这个自称原在收的人出的题目咯叫你讲你来解开，我甲要甲你讲你甲伊交互你的这个纸摕来看卖看起来又搁有这个加减升值看起来较爽的这个算术的感觉啦毋过又搁敢若甲拄正进前咱顶一个卖题敢若搁无啥共咧咱若照顶悬的字甲读出来有5组的字词包含着礼品配饰生理人体甲遗产遗产遗产但是这5个字词的中呢佫加插一个这个四角箍仔比如讲礼品的中礼甲品的中就插一个四角箍仔配饰配甲饰的中佫插一个四角箍仔中要互你填字就对啦字词甲字词中间的比如讲礼品甲配饰之间呢佫有一个顶号咱讲这个算法的迄个顶号上尾佫有一个这个问题号问题号迄个问号啦就是问号的意思读起来就变成讲
礼品等于货色，等于生理，等于人体，等于遗产，等于什么呢？就是这个感觉。当然啦，边仔嘛是真好心有提示啦，那边烦恼。咱来看提示要安怎讲伊讲生理之道无别项，千岁万岁，毋达管铁而一，把握中心思想，自然左右逢源。麻烦你搁讲一解较慢咧。因为这个字数较文言，较文雅一撮，无较文言啊，文雅一撮，我重新搁讲一解，讲生理之道无别项，无别害啦，无别项，毋是无别项，无别项生理的道理啦，做生理的办法，做生理的办法无别项啦。你千岁万岁，毋达管铁而一。达就是讲较输管铁之一啦，不止啦。管铁之一就是讲，就是敢若高一项啦。你就是这个把这个中心思想，你自然就左右逢源。左右逢源的意思当然就是讲咱真侪这个资源啦。左右逢源，你就足侪资源来。所以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咱先来讲一下黄载修是何等的人物，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人，既然人有名出来，这个人，是，人的名会出来，自然伊是真重要啦。黄载修是日本时代宜兰真重要的企业家。安尼做生理的伊捌做过这个宜兰鸡协议会会员、台北酒协议会员，还有台北酒会议员。伊是1897年，也就是日本时代的第2冬啦。1895年过后的这个台湾挂入去日本嘛。1897年出世伫咧宜兰南门的这个黄甲皇家。宜兰这南门伫罗东吗？不，宜兰的迄个宜兰的南门旧城区的南门啦。厝内读册人真济，条件袂歹。伫台北读这个国语学校国语部时阵，也是当下这个台北教育大学的前身啦，知识分子啦。迄个时阵伫读国语部，当然就是日语啦。国语就是日语。对啦，但是来讲就是伊知识啦。伫咧读国语学校国语部的时阵，当着老爸过身，只好放弃着学业，转来到宜兰，甲阿兄魏凤鸣斗3工经营家族事业。魏凤鸣嘛是一个大生理人啦，咱就先无讲家族的生理啦。是啦，人厝内是家族企业啦，素人欣羡的家族的企业啦。无错这个黄载修本身真有生理头脑，事业是愈做愈大。除了土地买卖开发以外，糖、酒、油、木材、交通，拢总有伊的份。无简单。什么代志拢做安尼？这拢是重要的是真重要一寡民生的物件。比如讲，南洋製油株式会社，製油做油的嘛，伊是这个商务董事。真大的地位啦。搁换这个新德製酒公司，毋是敢若宜兰新德遐贸易的公司。搁来什么兰陵酒造、宜兰酒类经销、宜兰信用组合、宜东产业、宜兰鸡实业协会、宜兰温泉丰来兴业、丰来物产，搁这南洋自动车，拢有伊的事业。你念到这，我就头壳拢疼起来。你看伊事业做偌大？太厉害咯！伊的事业甲土地是全台湾北中南拢有而且毋若生意做了好咧，做生意头脑就是安尼。真侪人伫咧过去其实真请呀，或者是讲对这个社会影响真大。毋过伫咧历史的过程当中，真侪慢慢都消失啦。甲中华台有阵大家拢这个人咱拢毋知影去啊。尤其对你家己地方的这真重要的人事物，因为咱是宜兰人，咱讲尤其这个故事发生伫咧宜兰，所以咱会大家介绍讲，伫宜兰真重要的过去的这个大人物无简单的人物，但是伫每一个县市拢有伊家己的这个重要的人物，在地的人啦。但是咱无一定会知影，所以咱各县市的朋友，咱的听友其实因为历史悠久啊，对啊，有机会其实大家嘛爱有想办法去了解一下，讲过去我生活的这片土地，我的这个县市，毋管咱今年讲今日讲到嘉义，讲到彰化，讲到台中，讲到台南，什么所在，
这个所在你家己在地一寡真重要过去的人物咱会使去了解一下伊对咱的社会发生什么款的影响啦。咱都讲对这个黄载秀毋若生理做了好，听讲伊人嘛真乐善好施，做人真好啦，佫会照顾因兜的田地是啥物？一个善人啦。是啦，一个善人田地其实就是田农的意思啦，但是过去嘛做田地，田本身就是共做田的意思啦，田地该做啦。甚至当初这个南洋理中，咱之前讲陈金宝先生，目前的男女是南洋理中当做南洋理中嘛。这陈金宝先生当初是就是去争取设立这个理中设立伫咧宜兰市嘛。其实迄个时阵的黄载秀嘛是有参加到你无可能甲一个人来讲嘛。真侪地方士绅啦、好野人啦、有力的人讲话有会大声的人去争取的嘛。才甲因争取到讲这个南洋理中设伫咧咱这个宜兰市的所在，当然嘛自此造成了这个溪南溪北的心结。来溪南，咱之前嘛捌讲过一个人真重要，做陈顺正，嘛是地方士绅，两边这个心结当然就是安尼造成咯。所以你讲是安那？你讲大部分的这学校拢伫咧溪北，迄个时阵好野人啦，或者是这地方士绅啦，有才调的人真侪拢伫溪北较侪。文化方面拢伫溪北啊，为这个溪南以来，溪南嘛真侪拢有伫进步伫发展。这个溪南溪北的心结咧，咱之前捌做过两集，互大家了解讲溪南溪北200年心结是安那来的。听无对的听友，你再去登记听。对去找一个溪南溪北心结，你就知讲原来甲这又搁拢斗做伙啊！你发现故事讲，最后所有物件拢会斗做伙，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就讲到这个黄载秀，当初是嘛参加着争取着这个南洋理中啦。既然呢，就是一个好人当然咱就莫见怪讲伊搁出题甲咱挑难。是讲这个黄载秀的出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谜题共款，请大家来透过 Facebook 啦、Instagram 互大家去看一下啦。毋知是毋是如果是1万年啊，伊就佮我讲红破解去啊。民主小老子。咱的这个民主路范，咱的听友阿德的民主，所有题目拢是阿德家己想家己出的所以路范这个咱的听友民主小故事，至少你讲我有开一撮开来小想一下总算解破我听起来可能心情较好就是吧。这位听友啊，阿德讲，规阿德讲，无要紧，你就甲破。我甲你赞同，小龙甲你赞同。总共一句拍拍手。没错咱这个结果是啥款这个字到底这个解破啦，到底是什么物件这个黄载秀出的题目是啥咧？咱即届咧就后回再分晓共款顶台等台后一遍啦。好啦，今日的故事讲了毋知真久无家己来念这个字尾讲这个结尾毋知大家对这边的这个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你通袂记你安那讲啊咧？会记你啦，但是讲我这久无讲我讲较慢的，互大家笑念一下。拢欢迎你到这个 Apple Podcast 啦，Mr. Box First Story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也是 Spotify。Mixer Box 嘛，希望你会使留下5粒星的分数，阮一寡鼓励甲支持。感恩啦 ！Facebook、Instagram 查出亚特聊聊天，也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像咱拄仔讲到这个色的台语，就请大家家己去看咯。若是很有意义愿意一杯咖啡、一包拿熬糖的钱像今日我拿熬都无啥爽快，大家可能听得出来。来鼓励阮的搁做较侪即个创作啦，那会使点下即个 show note， 也就是说明区的赞助连结网连寄付是随喜心意食水甜，咱山表心意大笔的我嘛真介意。不管这也少，拢感谢你的支持。多谢咧。那安尼咱就要后礼拜再继续讲落去咯。谢谢，感恩，拜拜，拜。